參觀呢個一木512尺3房套房啊！呢個神蹟47.5個平方米。咁嚟講咧，入到嚟咧就大門口啦，嗰個A 室。咁入到嚟咧，其實大門啊、指紋鎖啊有齊晒㗎啦。入到嚟咧就洗手間，洗手間嘅佈局咧都係時尚為主嘅，大家見到咁啊一應俱全啦。咁跟住咧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呢度其實都會有啲收納櫃啦。咁跟住咧，另外仲有雪櫃啦。咁同埋咧，呢一個咧其實都會有洗碗機，一個即係512尺，40幾平方。咁啊明火設計，呢個廚房感覺係幾好用嘅，因為佢一排過咧，咁感覺嚟講咧，即係嗰個佈局咧係咁望落去舒服嘅。咁加上佢樓底又高啦，上面亦都整咗啲收納空間。咁啊，冷氣機全部有齊晒㗎啦。咁廳嚟講咧嘅電視機、梳化、生係一露台，咁啊都係即係標準嘅空間感咧係闊落嘅。咁同埋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打開咗之後咧會有對流風嘅效果。就算你閂咗露台都好，打開嗰度咧就會有對流風嘅效果嘅。咁另外我哋睇翻3間房啦，呢間咧客房都唔細喎，睇翻落去。咁其實擺咗床之後，衣櫃仲可以擺到書台。樓底夠高啊，可以整2層都可以。咁另外咧，再對面咧，另外一間客房。咁另外呢間客房嚟講咧，比起頭先嗰間客房咧就會細少少，但係咧都寬敞嘅，床、衣櫃、書台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其實走廊係特別少嘅，因為打對面2間房。咁主人房咧係有個套房嘅設計啦。咁呢個套房嚟講咧係洗手間名次嘅設計嚟嘅。咁大家見到即係。同埋佢呢度嘅用料咧，感覺係都幾時尚，同埋感覺時尚加豪華嘅組合啊！咁啊跟住咧就當然512尺3房套房，咁主人房唔可以話好寬敞，但係雙人床、衣櫃，我相信係有空間可以做到嘅。樓底夠高，咁啊再行翻出去，仲有再介紹下佢個門嘅門鎖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佢門鎖咧係用一個鋁邊嘅，咁亦都有膠邊，咁啊靜音啦，咁啊亦都唔會話耐咗咧而有發霉啊或者脹啊呢啲嘅情況。咁同埋咧，加上咧佢呢個門鎖咧係用磁石嘅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佢唔會有門嘅即係門鎖突出嚟。咁呢個設計咧就係防止咧有時會揩到啊，會整親。咁呢個係好貼身嘅設計，一閂咗佢咧，佢個磁石就會吸咗去呢個度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呢一度咧，其實感覺咧，即係新穎嘅設計啦，即係與時並進融入生活之中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一木2期嘅示範單位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志託代理，扎根區內20載為大家介紹。